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1月2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关心香港理工大学上新的情形。香港警方昨是入去理大搜证了哦，伫暗时是表示因查到3801粒汽油弹甲真侪化学物品，今仔早起会个继续搜索，今仔嘛应该会解除封锁校园。另外昨暗伫中环香港哦，有真侪香港民众伫中环的爱丁堡广场集会，来感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香港民主甲人权法案。主办单位预估表示讲，应该有10万人参加。手机电话拍开，摇着美国国旗，真侪香港民众伫尾暗伫咧中环爱丁堡广场，感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香港民主甲人权法案，替反送中运动加油。爱丁堡广场昨暗来了10万人，民众一面唱着抗争代表歌曲《愿阳光归香港》，一面也唱美国国歌。反送中运动5个月加啊，对川普伫咧感恩节即天送大礼，因正感谢，也继续声援一个伫咧理工大学的抗争者。We are here because we knew the United States has passed the act for Hong Kong this morning, and then we're very thankful for that. And we knew that today is Thanksgiving, so we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and also th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for supporting Hong Kong and be on our side. We won't leave anyone behind, so they're still working very hard with their own way, so this is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support them. 港警伫咧离北入去理大校园处理危险物品甲搜证，经过一天嘅搜查，伫昨暗10点多讲，捡到3801粒汽油弹、500多罐嘅化学物品，一个枪支加空气枪。我都好有信心咧，其實可以喺聽日之內，可以將一個安全嘅校園咧，係交還翻俾校方。港警講，離到1個月入去學校搜查，應該當地今仔日解除封鎖校園。警方也講，無伫咧學校內拄到留守嘅示威者，若真正拄到未遂逮捕，會先互因去避治療。陽光路透社報道講，警方伫咧學校內面搜查時陣，捌伫咧汽油彈頂頭採指紋。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總統川普簽名通過香港民主甲人權法案，中國外交部是抗議講，這個法案違反國際法，是干涉中國內政的壓霸行為。嘛，警告美國，若准損害到中國利益，應得出手來反制。也毋過，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哦，嘛強調講，雖然法案通過，敢會有制裁的行動，愛個邊行邊看。台灣時間28日透早，美國白宮連續發布2篇聲明，講總統川普已經簽署爭議正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正式宣告這法案加入美國法律。聲明中，川普表示，頒布這法案是希望中國甲香港領導人應解決無共款的意見，實現長久和平甲繁榮。Millions of people are standing up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I'm headed right now to the Senate floor to fight to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America stand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s the new Berlin, and we stand with the people. 對川普簽署法案，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表示，應行到這一步，攏是香港人嘅付出甲犧牲。我最希望感謝嘅係由6月9號至今係付出咗，亦都係犧牲咗。係有好多唔同嘅代價嘅香港人，係佢哋嘅付出，先令到美國政界喺過去半年對香港嘅關注急劇上升，令到喺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第一條係美國嘅法案同香港有關係正式生效。不過，黃之鋒表示，雖然法案正式生效，不過何時啟動制裁機制，也是要看美國行政機關來決定。無排除法案最後認為無個好，伊講未來繼續說服美國當局趕緊啟動制裁。伊認為這法令也有真濟不足嘅所在，強調未來會繼續向美方爭取司法加嚴。香港眾志咧係會積極係去收集香港各界意見，係去建議制裁名單。當中其實有唔少嘅條文咧係值得改進，包括有5年嘅日落條款，優先打擊賣港官員黑警，未涵蓋到佢哋嘅屋企人。而喺香港眾志咧係喺華盛頓喺美國當地咧係去爭取法案加辣。香港民主甲人權法案加做中國眼中監護內政嘅惡法，針對川普簽署法案，中國外交部召開記者會，嚴肅強硬，警告美方別當實施法令，確實損及中國利益，將會反制。中方強烈敦促美方
不得实施该法，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和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对于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反制。对反制内容，中国外交部维真保留强调会在适当时机推出，港政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达强烈反对，对美方无视港方关注，感觉非常的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哦。先来看联合报，联合报扫地、扫涂骹的机器人哦，还有电扫帚，有真侪家庭拢有。有学会是研究发现，扫涂骹的机器人行10分钟造成的风杯营养上侪是背景室的6倍，甚至空气污染是暗海顶级。至少爱点半钟了，空气品质才会恢复正常哦。所以上海是趁人无伫厝里时阵才来使用。再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主计总处长公布调查，今年5月份才透露的民众平均的收入是39191块，其中薪水3万块以下只有2994000人，比例是降到32.8%，是有史以来上低。再来看《中国时报》，劳动部发规会将通过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佮保护法的草案。只要是红请的劳工哦，不管公司有偌济人，头家假是有固定，拢强制爱纳保哦。预计会先增加30万名劳工，今年底之前会送行政院来审议。再来看已经开18年的台北金华城，昨是举办结束营业的仪式哦，一礼拜。最后一天哦，明仔载拜六的最后一天来开门来营业哦。创办人沈庆根是讲哦，金华城营业18天，伊感觉真骄傲，也毋过嘛感觉真悲伤哦。就讲到员工的未来，伊情绪是真激动。创办人沈庆根甲开关变来，已经开18天的金华城，伫感恩节即天收起来。球体建筑的灯正在逐层的熄灭，象征金华城正式熄灯。电梯自10楼一层一层设起，金华城不是全世界上大的球体建筑，也不是全台湾唯一一间24点真久营业的购物中心。1987年，沈庆根想要建造一个民众伫咧暗时也当安全娱乐的所在，金华城就伫2001年开始营业。它曾经是我幻想的骄傲，但是也是我18年的悲伤。每年拢了，互金华城挡袂落去啊！沈庆根讲，家己已经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代价。问到未来120多名员工要安怎安排，伊情绪真激动的讲，唔甘这点责任拍拼的战友。从来别叫我的同仁是员工，他们永远是我的同仁，是我的战友。这样子叫他们是员工，我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沈先生，请用。他们是永远是我的同事啊，不是工人啊。讲到员工，目屎就忍袂了。看到金华城的形势，总也别讲再见。维京集团目前是继续辅导员工，或者是透过购物中心协会维合适合的头路。金华城伫今年已经公开表示成功，未来会全部跳调改做顶级上班。一礼拜六，也就是30，是金华城最后一天营业。所以今日就死活伫台北人的记忆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间谍王立强这案，中国媒体公布一段伊伫法院接受审判的影片哦，要来证明讲王立强是诈欺犯，也毋过透过影片，伊的面目啊是看袂啥清楚。咱的陆委会嘛表示哦，这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台湾甲澳洲会合作。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立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共计。这段中国媒体环球网所提供的画面指出，家己讲是强调的王立强，伫咧2016年捌伫咧福建公职人民法院因为诈骗案咧出庭，落尾佫去互判刑。中国官方媒体批评讲，王立强其实是一个逃避刑责、走去澳洲的诈欺犯，啊，毋过影片互加做2分半的画面，佮加上王立强看到伊正面的时阵，干那一秒，嘛互外界佫一个来质疑这个影片敢是真的。针对王立强强调的，佫表示讲，中国的资金介入台湾选举，陆委会表示会尊重检调的调查。我们检调机关也针对本案进行依证据进行这个司法的程序。那么对台统战渗透、干预以及破坏更是屡见不鲜，尤其在台湾选前借机制造事端，或以
对台军演或武力恫吓，企图干扰或影响我选情。我想台湾民众对这些手段都已经非常的反感。刘育辉强调，讲明年大选政府嘛强化准备，确定袂去受到境外势力的干涉。台湾敢会派人去澳洲调查嘛，引起注意。也有透过台澳双方的司法合作，那么在积极的侦办中。甲强调也有牵涉的中国创新投资主席向心阿某进前去予检方第2届传唤，限制出境。有澳洲媒体公布，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已经偷偷伫11月初8，甲4间投资的子公司冻结，毋过环球时报嘛用一批，互台湾民进党政府卡的向心到底是啥物人？强调向心伫咧香港有2间企业，敢若是一个普通的商人，那就是想要洗白向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民进党团提出反性讨伐草案，要伫29个议会直接进入立法，希望这会期结束之前会使完成审查。国民党的总调张明忠张开记者会，质疑讲行政院无提出家己的版本，直接就进入立法是破坏天书正义。伊嘛讲新的法案无人权保障的条款，批评民进党是硬要通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5公布反性讨伐草案，民进党立委李俊毅28伫咧内政委员会主持公听会，邀请7个专家学者表达看法，进行2届的发言，支持甲反对的声音拢有。我们今天只是在处理中共对我们台湾的渗透，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们处理这件事情，也是为了让两岸关系能够正常、健康的走下去。在目前的反渗透法这样的一个思考以及概念呢，是在于说，在这一块，特别是在跟选举有关的这一块，提出我们一个相关的法令来进行在民主防卫机制上面的一个处理。立委会副主委柯思正也表示支持立法，不过尊重整个立法院审查的定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詹明忠28召开记者会，这支重大的法案无经过行政院先提交版本，就要送议托，批评民进党根本是硬要让草案过关。民进党，你到底在急什么啦？你在急什么？小英的选情有这么差吗？你一定要利用反渗透法来拉抬他的选情吗？这里面每一条法案其实都是攸关人民的这个基本的人权跟这个社会的利益难道我们不值得好好讨论吗？这里面很多法律的用语可能会有疑义的地方行政单位有没有这种释法用法上面的疑义立法院长苏家全28下晡召开调野协商，民进党团29会伫咧立法院议会提案反渗透法草案送议托，要拼这个会期过关。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再来，来关心天气哦。今仔赶快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也毋过水汽有比昨较少一点嘛。来看上新的温度，为昨暗到今仔透早是这波冷空气影响上明显的时阵，天气是真凉冷。今仔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也毋过只剩东北部佮有大台北地区局部会落雨，花莲、台东佮恒春半岛卖落一寡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另外，温度方面要提醒大家，今仔日是北部佮宜兰、花莲温度只有21度到23度，有淡薄仔冷哦。其他的地区是25度到27度，也毋过日时佮暗时温度嘛是差真侪，所以观众朋友嘛是爱特别注意。再来看高雄寿山哦，要设台湾头一座国家自然公园，筹备8年，将正式挂牌成立。山丘伫树仔骹找物件食，树仔顶有高山啊。高雄寿山8年前划为台湾第一座国家自然公园，展开多种生态调查，找出保育做法。经过长期筹备，18管理处正式成立，年底搁要调查绿溪生态。上报讲是高雄甲台中都会公园也正式纳入自然公园范围，配合当地就台中市都会区还有高雄市都会区这边，我们这边游客上面的使用上的习惯上，然后再做，我们就慢慢再逐步的滚动的调整。高雄都会公园过去捌发现保育焦虑，不过同时也是附近社区运动休闲场地，要如何以国家公园法规范都会公园保育，同时兼顾民众需求，加做受管处全新挑战。不过已经保育8年的千山区域，民团也希望甲社区共生。正式成立国家自然公园之后，应该要更加深跟周边社
交流跟连结，了解说我们现在其实地区小旅行跟在地这些旅游是更急需去发展跟深化的。民团表示，都亲像垦丁国家公园过去因为卫生限制区域内民众生活，即马已经发展出真济座生态社区，希望受管处的设立能创造双赢。记者综合报道。选举愈来愈接近，最近因为中国间谍风波，总统蔡英文就表示，为了两岸和平，因若是人民愿意伫国家主权甲安全未受到影响的情形下，考虑甲习近平来见面。规夜堡参拜习近平时，总统蔡英文去高雄的行程拢无停。虽然目前强调暗的疑云和大选大乌云，但是27有媒体报出伊的专访，讲到若是连任，敢会考虑和习近平见面，建立历史地位。蔡英文喺当阵回答讲，听起来确实有影真诚人，但是总统的任务是守调国家基本利益。28伊阁进一步说明。我的用意其实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哦。我都愿意去尝试任何的可能性哦，但是我们不会以国家的主权跟国家的安全做代价。蔡英文无排除蔡实会，但是强调国家主权和安全未当因为安尼拍折，所以对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各有亲中的人士，伊有信心表示会继续执政，国检讨，袂互国家机密为立法院外泄。不论是在行政面哈。或者是立法面啊，我们都希望就是说有一些检讨的过程，让整个国家的安全跟反渗透可以做得更彻底。为台湾的处境看香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27报告中国强烈反对签署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以及香港保护法，蔡英文嘛表示对香港有鼓励的效果，香港政府应该爱珍惜。规港伫台中拜票助选的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伊嘛认为法案对香港是好的代志。我觉得这个对于香港后续的发展应该是很好的。那我也希望我们台湾的民众能够关心香港。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那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做好守护我们自己的主权，维护我们的民主。赖清德强调，因为香港的宪法，台湾国家应该守护家己的主权。若是强调案，伊和蔡英文拢讲，目前交予专业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要拼总统大选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昨下晡是到苗栗南庄哦。宋楚瑜表示，正做第三世代，伊甲无共党派拢有真好的沟通管道。伊嘛提醒执政党哦，爱注意中国甲美国的政策对台湾政治经济影响。另外，蔡英文表示哦，伊无排除要甲习近平来见面，也毋过宋楚瑜是认为这可能性是真低。到苗栗南庄，前县长卜合平围伫边仔，讲就第三势力的整合。宋楚瑜进一步解释伊的发言人伊美人桥墩的讲法。新兴的这些党，我都有跟他们沟通的管道不只是跟他们的高层次有联系，现在即使他们基层的这些许多的乡亲，都跟亲民党和我个人都有直接的这些沟通的。这些来往。对于国政党为基层到高层拢有直接沟通的管道，宋楚瑜强调，家己伫目前政坛重要性。面对台湾国际现况，宋楚瑜提醒执政党爱认真应应中美政治经济冲突对台湾的冲击。被问到总统蔡文无派替蔡实会，宋楚瑜认为可能性真低。目前情况之下，我看不出来有这样的可能性。中美的这样子，如果后续大陆采取剧烈的对于人民币贬值来做因应的话，必须跨党派大家一起共同呼吁政府好好的因应。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第5摆投资总统大选，28下晡行程到苗栗南庄，甲观光产业以及民俗业者座谈。有前任苗栗县长专程陪伴，有现任国民党籍县长画出分裂投票表态支持。宋楚瑜表示，伊才是国民党的改革派，并是大力抗两边，民生抗中。记者综合报道。昨是立头花学运国备案上诉的上尾日，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伊支持台北市警察局上诉，嘛强调讲，这是历史事件，嘛是政治事件哦。专案上诉交予司法来判断。快来快哦！
穿挂着挂来站外布条啊，台湾国创办人王献吉伫国民地致辞时，抢要去台顶，随后警方插离开。徛伫台顶的国民地敢若无受影响。面对王献吉大动作的抗议，伊嘛真无客气回应。这也是身心障碍者就欠扁的，参加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表扬的活动呢，他跑来干什么？我做大道运动，唔免金钱，唔免财源，唔免募款吗？国民地最近定点点名台独人士移民国外，煞逐年拢倒来台湾募款。王献吉不断抗议，强调去闹场就是要互国民地歹看。虽然出现闹场，不过各界关心太阳花国赔案，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赔偿100多万，200是上诉的截止日。国民地嘛表态支持台北市警察局上诉，强调这是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专案上诉交由司法来厘清。太阳花学院我们会上诉，主要还是针对判决书内容有疑义的部分去给他澄清的。徐国勇也不敢讲，为什么？很简单呢、8万警察呢，你现在不上诉，警察就反弹了。台北市政府的态度也很重要，他们支持的话，那这个事情就算是圆满。对太阳花国赔案引发警方执法争议，台北市政府强调尊重市警察局上诉的权益。不过，若是执行方面有误对的所在，市政府袂定点。未来嘛修正警察当地的程序甲标准，互员警知影哪做。市警察局嘛发表声明，强调会完成上诉，透过上诉厘清警方执法的基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目前是讲温济假期，也毋过因为温暖的大风雪，和上百万人的旅行计划受到影响。另外，伫科罗拉多州、加州、甲奥勒冈州嘛传出灾情，气象专家嘛警告南加州有可能会做大水。美国即马拄好是降温节休困、交通真无用的时阵，华盛顿州际公路煞伫咧2日因为暴风雪，佮加上看袂清楚的关系，发生70台车的车祸。It got super foggy. I saw that the car in front of me was slowing down, but I didn't have any time to slow down. I put on my e-brake, but by the time I could see what was happening, I heard a crash and then got swerved around, and then another car crashed into me, and then the fog cleared up and I saw that everyone was crashing. 美国即马受到2大暴风雪系统攻击，真歹的旅客要坐飞轮机，也是开车要去看朋友的行程，全部拢去受到影响。科罗拉多州规个白茫茫，发生几啊件路边树啊倒去，也是停电的事故，真侪条公路封起来。天气即摆，蒂斯丹佛机场差不多要500只航班来取消，而且有超过350只的航班时间出问题。另外一场暴风雪是起用号做炸弹气旋，伫咧西方的加州甲奥勒冈州。炸弹气旋是用来形容一个地区伫咧24点钟以来气候降低超过24个%，表示风暴继续伫变强。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受到气旋影响，开始落大雨，互原本真无用的交通状况变搁较乱。We're headed up to family up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e knew it was going to be crazy, so we guaranteed at least 3 hours early to the airport. There has been definitely lots of honking, lots of near accidents that I've seen for sure. 美国气象单位表示，这2场暴风雪会伫即几天变雪，不过嘛警告受到落大雨的影响，南加州可能会出现造水灾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亚奇神，出产真出名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啊，是当地经济上重要的作物。有真侪去大都市读册学生囡仔，拢会靠卖这款咖啡豆啊来赚生活费佮学费。塔瓦湖是伫海拔1830公尺的加油山顶，是国内的热带雨林气候，国家特殊的火山腐质的土壤，或者种的咖啡有正高的香味，内面阁有甜味加甘仔酸味。这样阿拉比卡咖啡豆是印尼上受欢迎的咖啡豆之一，而且只有伫咧塔肯根这座山城才找到，因为所在较偏僻，交通也无介方便。以前农民种的咖啡豆拢交予中盘处理。平均1公斤会当卖5万印尼盾，换算台币是108。这嘛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增加，加政府的介入，所以农民就直接卖予烘焙业者或者是咖啡店的头家，平均1公斤的价销30万印尼盾，换算台币是650亿。Di samping dari ada bayar dari luar negeri, adik-adik kita ini seperti ini tumbuh luar biasa. Mobil kopi, juga anak-anak mahasiswa ini sudah mengirim kopi yang sudah di roasting ke Bandung, ke Jakarta, ke Medan, dan beberapa kota lain. Ini untuk biaya hidupnya dan kuliahnya.
海垦港的农业单位也规划结合嘉义种植园加古镇的特征旅游行程吸引观光客。Jadi ada kita paket di wisata, yaitu mulai dinas pariwisata, mulai Arung Jeram. Setelah itu peserta dari luar, yaitu menginap di sini. Paket, kemudian sudah menginap, ya kita berikan semacam pengetahuan tentang budidaya. Setelah budidaya dalam kopi, langsung ke wisata Arung Jeram。以前印尼为了要探花卉，甲品质较好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外销，当地人大部拢是啉较俗的咖啡品种，就像是罗布斯塔。不过最近10年，自澳洲、美国转来海归派，甲啉咖啡的习惯早转来印尼，咖啡的消费成长将近1倍。印尼咖啡产销协会统计，去年咖啡豆的总生产量是636000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一个真出名的总决赛罗兹，伫伫杜拜录新节目的时阵哦，却雄雄身体无爽快过身，也毋过到底是甚物原因死亡，目前阁无确定。英国有名斗鸡赛电视节目主持人罗兹，26日杜拜录新节目的时阵，感觉身体无舒适，雄雄死亡，享年59岁。伊太太珍妮当时陪伫身躯边，死亡原因也无确定。罗兹好朋友有名斗鸡赛奥利弗捌达出文章，讲罗兹是因为跋倒意外死亡，但过马上删除这文章。当地警方表示，死因是自然死亡。罗兹1960年伫英国南部出世，26岁就得到美食指南米其林的肯定。由家己的美食节目出版真侪本主持的册以外，也伫都神东都、地角厨房等有名节目，来自英国经典美食。伫2000年，正做大家拢知影的总决赛，也捌为不少有名人，亲像已经过身的戴安娜王妃、美国演员汤姆汉克斯做过菜。罗兹2007年，甲伊太太2个后生搬到杜拜。厝内底人已经发文证实罗兹死亡的消息。其他有名斗鸡赛也推文悼念。地角都神戈登拉姆奇表示，但失去一回出色的总决赛，罗兹和英国美食伫世界出名。记者综合报道。目遮问的女仔是女性的化妆包一定爱有的工具哦，无想到讲野生的小动物嘛真爱。来看国外一个野生动物救援中心是安怎来使用这个工具。一只细只刺猬将死死的倒伫咧遐，互人用目睭问烂身躯顶的杂草，甚至寄生虫。救援业苏格兰野生动物中心讲，每年这个时阵都会收养真侪细只刺猬，因妈妈可能已经家己去冬眠，家己一只伫咧野花无人插。规身躯正垃圾爱清理。And because they're not at the weight where they can hibernate themselves, when they're out for a few days on their own, it makes them really at risk of parasites and mites, fleas, things like that. So sometimes when they come in, they just need brush just to get some of the things out. 另外，这个保护箱内面是受伤的细只蜜蜂，伊的脚趾边有黏黏的油。工作人员也用细支的目睭问纸甲伊清理。救援中心讲，野生动物的阿囝仔常常需要爸母甲因治身躯，保持清洁，也会当得到被照顾的安全感。所以目睭问纸是真好用，因为伊底底啊，佫真油，纸芳佫真白，热因的毛就袂输敢用喙齿伫咧甲因治。We want to comfort them, but at the same time we've got to reta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wild animals and we've got to keep them wild. So this is a kind of third-party agent where we can actually use it to stroke the animal and not be too much contact with them, but at the same time give them what they need, which is reassurance. 马尔利夫昂莫伫14年前创办这个动物的救援中心，目前有收养300多只野生动物，差不多一半是归亚丁加群类，另外一半是受伤的动物，或者是动物的阿囝仔。有一只龟母毛拢落去，因就可以穿细领碰洗衫。兽医讲，因这款方法拢真赞，因为会当降低人类的接触。Everything that's geared that you can find, any little tricks that you can do that can achieve what you need to do, but keep the human contact away, that's going to help them without question in going back into their own natural state. 一天附近的厝边，如果发现一只刺猬阿囝仔，体重只敢若400公克，离600公克会当家己冬眠，还佫差一截，赶紧甲伊送来食。好佳在无外伤，身躯顶的草啊也会当清理。救援中心透过社群网站目前用过买滴的目睭问纸，已经是真热烈，才几个月就收到25万支，超过实际需要。创办人马尔利军生笑讲，规期后回来募集一寡金运财宝。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最近因为宪兵指挥部有相片哦，互人认为是咧考试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韩国瑜是回应讲，希望警方伫选举的过程来保持中间的角色。军人就是要确保中华民国的安全，行政中立，跳脱政党拍马屁，然后拍到马腿，全国民众一片哗然，再开始修改说辞。我觉得国防部这方面实在让人非常失望。批评宪政部推出基工皇帝保防台湾局保宪局照中，被压制强调光头自行，有暗示家己意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认为，宪政部愈讲愈灰，同时也邀请串门做大选辩论，互相放伫政治上来拼场。辩论会它的好处是乒乓球嘛，大家互动性强，而且可以激荡火花。透过一个辩论公开的形式，让人民更能了解未来国家的领导者要怎么样带领这个中华民国。面对最近民调较低，韩国瑜爱支持者拒绝电话民调，因为假民调成过济未获真心。另外，副手张善政也出誓言风波，讲苏贞昌确实登去甲行政院去讲543的话，天公伯有目睭，真紧就会互伊带登去病院。张善政也为誓言回失礼。我在这边再说一次，不好意思，我希望他身体健康啊，绝对没有诅咒他的意思。我们人常在讲说，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啊，所以希望行政院长恰如其分，能够发挥他真正的这个功能。张善政强调，无就参苏贞昌是希望伊做好行政院长的本分。苏贞昌因为为着病毒，致使颜面神经失调，真久无出面。行政特别公布一段苏贞昌主持宴会影片，对外界来解说苏贞昌的健康状况。公路完成的这个时候，你一个影片拍的不是这些台面上的人，什么大官什么，而是那个真正在第一线那些辛苦的工作人员。影片中，苏贞昌只讲所化解建议，并无回应张善政攻击，只讲指控大选一泡泡拿来定牙针对敏感议题，大家拢非常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统中基公司乌心油事件已经发生6年哦。丁新控告当年卖乌心油互因的负责人高正理，中华地方法院是27一审判赔丁新公司新台币7000多万，专案会使搁上诉。判决理由主要就是味全公司跟鼎新公司他们对于那个就是大同长期所出售的油品是混油，他们对这部分是不知情的啦。因为这个混油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然后依照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去请求大同长期公司来赔偿那本院是就是针对他们请求的部分准许就是大同长期公司要赔偿味全公司赔偿6659万5008元，还有赔偿那个鼎新公司7725万2999元。中华地方法院认为，鼎新对大同中基所卖油有加其他物件并无清楚，所以判大同长期应该赔偿鼎新7725万，嘛爱赔偿味全公司6650多万哦。针对判决结果，鼎新是发声明表示讲，本案虽然已经透过司法判决来还原真相，也毋过真侪误解佮伤害，所当已经造成了。再来看台铁伫个全台湾有420个滨高道哦，定定发生意外。最近有一个富人人踏车就踏伫滨高道顶头哦，未富过，好佳在并无发生意外。台铁表示已经开始进行全台湾的滨高道的体检哦，迈开9日来进行系统的换新。已经通过2/3的滨高道护站嘛放落，一个骑奥多拜的女性因为踏车，搁伫滨高道内面，惊甲毋敢叮当，落站的区间车入站，位于身躯边2公尺的距离驶过，不哩啊危险。警方调查，这件发生伫乌日站成功岭附近的滨高道意外，是因为下班的时阵车坐一台刷一台通过滨高道所造成。因为他没有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已经脱离轨道，但是还是在栅栏里面。因为顶礼拜5，台中才发生滨高道护闸故障提早升悬，互汽车驾驶开入滨高道后自强号弄到受伤的意外。台铁伫2天后才承认是因为信号故障，已经启动全台湾滨高道体检，该换就换。但是台铁滨高道事故定来发生，以107年来讲，规年有7件。统计护闸被弄害上济，随访甲高雄之间的逢甲路滨高道毁损10支，计按到直辖之间的朝向川滨高道护闸弄害7支，其他亲像桃园花
顶屏东嘛，拢有一档超过5支冻害的记录。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会推动立体化改善滨高道事故，但是代替企业工会讲，代替人力不足，电务人员早就出现短暂，或例行检修出现缺失。电务的部分，因为薪资不够高，考进来的新进员工待了没有多久就离开，所以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补足他们现在目前所需的人力。北中南中。他从10月份那个踏勘以后现在是开始在施工了，可能要到明年底会安装完成。代替回应已经采购293套滨高道障碍物自动侦测系统，使用一感应侦测滨高道四周边的障碍物。若是有人甲车入侵，警示灯会倒。今年10月开始已经陆续安装，但是敢若伫人和车较侪代替主线滨高道。记者综合报道。品保协会第一站公布明年休寒甲过年出国旅游队团的参考介绍，其中日本因为机票拢起价，高加东京奥运的影响明年队团的费用会起1-2000块。另外，纽西兰跟澳洲地区因为汇率是6倍少，所以会使省要8000块。各国外的时间就是旧历过年，真侪人按算出国旅游，尤其是东北亚的日本，是台湾人真爱去的国家之一。品保协会上新的调查发现，休寒过年的时阵，日本专航线的票价比旧年同期起要1-2000。比如讲，东京5天4夜，超达团的费用差不多是31000块左右，而且受到东京奥运的影响，全世界观光客全部拢来吃，饭店差不多拢已经客满。因为冬奥的关系，所以饭店其实相对的也都有调涨。那以一个5天4夜的行程包装起来，大概是涨幅有2500左右。品保协会表示，明年过年有休7天，若是搁请假2天，就会当连续休11天。有人选择去较远的美国、加拿大地区来旅游，9天的行程差不多是6-7万，比旧年同期贵要12000还是16000。毋过马来西亚、泰国等等东南亚地区团费是比旧年同期俗要1-2000。若是伫咧南半球的纽西兰甲澳洲地区，因为汇率降价，团费上济会当升到8000块。最主要是汇率啦。那因为去年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到纽澳地区的这个做旅游，那今年因为中美贸易战争关系的因素，所以他们很多国人就没有再出国的意愿，所以这个是主要大幅降价的主要因素。品保协会强调讲，今年1月份到3月份是旅游的小月，毋过今年受到总统大选的影响，民众较无想要出国旅游，真侪旅行社业者也是航空公司，搁伫咧大选前3礼拜杀俗价犹太，想要趁这个机会提升买气。若是欧洲的团费继续也是共款，过年了后才有面具嘉年华等等的活动来举办。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发生青椒的美国梅仔菜有大肠杆菌污染的中毒事件咱台湾小署嘛紧急宣布，为昨开始1个月，就袂使予美国梅仔菜进口台湾。在感恩节进前，美国再度爆发罗曼青菜和出血型大肠杆菌污染中毒的事件。目前已经知影讲有19个州、67例确定病例。美国疾病管制署伫前日昨晚发出安全警告。咱国卫福部食药署27日嘛宣布，为2月开始到下个月27暂停受理美国罗曼青菜输入查验申请。在边境呢，是需要检附没有受污染的一个证明文件，我们才可以受理它报验。如果来自美国的一个生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证明文件的话，我们边境是不会允许它受理报验。食药署表示，美国为9月底开始，都陆续传出 O157H7 型大肠杆菌污染罗曼青菜的案例。这种大肠杆菌以传染的方式，大部分和食食有关系，像讲食到无煮熟又搁被污染的牛肉、菜色和果子等等，临床症状包括会想要吐、出血性落瀉，严重时还会出现溶血性有毒症。甚至讲肾衰竭转死亡。台湾捌伫2001年出现过一个，像一些幼儿或老人家，或者说有一些癌症的病人在接受化疗，这种抵抗力不好的患者，特别万一吃到一些污染到O157大肠杆菌的一些生菜，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一些症状。医师提醒，厝里若是阁有美国罗曼青菜，建议等现3卖阁食，或者是煮熟了后才食。根据食药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今，国内总共进口罗曼青菜差不多4000吨，以美国上介济，流向大部分是果菜市场和大卖场等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举办一个翕影片的比赛今年是一支介绍连续7年拢得到乌鱼子冠军的讨海人故事，摕到冠军。咱做回来看卖。
金市乌鱼子在咧进行试验作业，现在来到北港老厝社区，定当看到安尼场景。北溪国人7连霸乌鱼子冠军的蔡必聪就讲，伊在考学科了耍大汉，自细汉就甲爸爸学做乌鱼子，后来结婚后将技术带来到北港老厝的小镇头，希望嘛会当有商业发展。云林县的人口一直都往外流，因为他们要谋生啊。我们很庆幸的说，我们有乌鱼子的传承，不用到外面讨价。为着要我侪民众会当看见云林在地人文故事，有官府举办各样频道影片竞选。这部影片《云林乌鱼子讨海人的过程》，以绘本的故事结合影像电影，为将近30件旗下冠军，得到奖金10万块。我自己很感动，觉得哇，就是一群人可以把一个产业带回家乡做，然后家里跟社区跟后代子孙都可以在附近，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做的。最主要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云林的各个面向，从产业、从生活，甚至到故事、人文的发展，介绍云林的风景各个方面，让更多民众看到云林。文管府表示，这届得奖的5部影片，除了记录乌鱼子产业传承，更考核新农社区服务员的故事，和云林布地戏等等，希望会当将云林在地产业、人情味和家乡味，透过影片推广云林的特色，带动云林的观光旅游，去将云林报道。来看行政院农粮署甲南投雾峰农会合作，甲行动餐车开入去校园内底，介绍地方的农产品香菇佮往来，唔但互囡仔食了真欢喜，嘛会使互因来体会农民的用心，甲对土地友善。用菜落鼎，用热火炒炒的，又搁鲜又搁脆，还搁有这出香菇炒豆啊！因为食材拢是在地出产的，而且搁有产销认证，品质是挂保证。台中雾峰的囡仔真有食福，哪认捌产销认证的农产品，哪享用志刚妈妈的好手路。鸡汤，我们是用在地的鸡，然后用在地的笋子，还有那个杏鲍菇。我们要深耕到小朋友，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吃的健康，才不会造成我们的负担。农粮署和雾峰农会斗阵合作，实际甲行动餐车驶入来校园，推广食农教育和产销认证的知识。囡仔讲，看到产销认证，就那亲像是看到农作物的身份证同款，了解桌顶所食的农产是啥人种的，为倒位来，连生长的过程也拢会使做会了解，让小朋友呢了解到从生产、配送，然后到送到这个我们的厨房，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的过程，它怎么去建立一个 SOP。农会表示，希望行动餐车会使互囡仔了解珍惜农产是重要的代志，也透过囡仔影响大人选择用土地友善方法种植的农产品，互农民更较侪鼓励。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培养囡仔人读册惯势，台中的德华国小重新规范图书馆作风甲亲像树林啊共款嘛已经变做是学生囡仔上爱去的秘密基地。外口学课钟声已经响，规定的囡仔幼园唔甘离开，排队等要借册。台中大甲德华国小这座强托站，状况甲敢若森林共款，有各种的动物陪伴囡仔做伙读册，这已经真做是学生囡仔上爱的秘密基地。我觉得这里的书很多，让我觉得很开心。这边的书非常多，也很自在，给我有很像秘密基地的感觉。德华国小原地图书馆设备已经真久啊，直到申请到教育部的经费重新规范。这座强托站开放了后，学生真介意来这行搭，借册率嘛提悬真多。我的想法就希望说，我们这共读站它是要一个学生会想进去的一个地方，就希望说它是缤纷一点色彩，所以各位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彩虹，很多的动物、树木。森林的感觉，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小朋友还蛮喜欢的。校方表示，目前强托站要伫咧试营运，未来会配合无同的计划，向地方社区来开放，要互4可能等的民众买当来享受一个遮尔舒适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华河美中寮一个社区关怀协会，因为一个潜水乐团哦，一寡阿公阿嬷拢真认真来练习打拍鼓哦。除了会伫一寡活动来表演，伊嘛去养护中心演出，互一寡适破病的士大人来听，希望用音乐来鼓励因。看遮的阿公阿嬷拢甲真欢喜，这是中华河美中寮大庄社区发展协会伫今年5月份所成立的潜水乐团。这寡阿公阿嬷用5个多月的时间，要安怎弄太鼓？非常感谢中寮大专的潜水团来我们护理之家为长辈们做一些太鼓表演，然后也可以让长辈增加一些回忆，然后用音乐陶冶他们的身心灵。这的阿公阿嬷除了进前捌伫中秋联欢晚会登台表演以外，最近阁去河美的养护中心，弄鼓互遐的住民听，嘛邀请养护中心的住民做伙跳舞。音乐一个走落去，大家同齐跳，看起来拢真快乐。那个志工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帮忙长辈，就教导他们。然后我们目前的话，今天也带队了，总共有25个长辈，然后15位的志工来到享乐活护理之家。希望说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表演，可以让这些的长辈，就在住民的这些长辈，也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带给他们的温馨的感觉。然后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长辈也有一个自己的舞台。社工署表示，真感谢社区的志工。会当引带士大人做阵弄太鼓，互社区的长辈有能力透过表演来关怀别人，毋但提升因的自信，嘛互因感觉活了愈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信义乡部落文化协会成立20年，今年特别邀请台东佮花莲等部落来举办北部合音音乐会哦，透过歌声来交流，嘛向祖灵来祈求丰收、平安、健康。虔诚朴实的歌声，真足甲听。族人无固定分配伫咧倒一个声部，不过因着足自然的甲音合作伙，这就是不论族人北部合音，也是舞步，因伫咧庄严的气氛，向天祈福，望祖灵保庇小米大收，也希望族人拢平安顺遂。在20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想说，我们在传承布农族的传统音乐，尤其巴西布布这首歌。那因为我们布农族迁徙到花东、高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声音从阿桑这边再集合他们回来一起唱这首歌？信义乡布鲁文化协会举办的北部合音部落音乐会，邀请信义乡明德、罗纳、东部部落，也阁有台东华人的布论族人同齐交流。虽然唱法无同款，不过要唱出这么和谐的音乐，人甲人之间就要有够吧才有法度。布农族八部合音在国际上是非常的享誉盛名。那我们现在也在积极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能够继续让我们这个八部合音巴西布布能够继续的代代相传。传唱祖先留落来的歌谣，布论族人虔诚唱出人甲人之间的感情，也甲对大自然的敬重唱出来，望布论的文化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建国科技大学学生吴景安伊参加有化妆界奥斯卡称号的日本艺术界全国大会国际竞赛哦，得到化妆组的冠军，这嘛已经是台湾学生第3遍摕到冠军咯。金主心来替model化妆，今年读建国科大美容系4年的吴景安，靠家己的打拼，11月中摕到第69届日本艺术节全国大会国际竞赛晚宴化妆组的冠军。因为这座冠军的奖杯，得奖的人敢若会当投伫身躯边一档。当年比赛前拢必须要交登去主办单位，嘛因为安尼去当作是彩妆界的奥斯卡。我第1年的话只有第4名，然后就觉得不甘心，然后因为打击太大，我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在这个比赛拿到这个奖杯，因为这个奖杯对彩妆选手应该都会蛮有意义的，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就是每一届人的名字，如果是第1名，它就会挂在这个奖杯上面，然后它是传承下来。吴同学讲，因为比赛需要开真济材料费，佮加上需要时间训练，所以佮特别对原本的日间部换去夜间部来上课。嘛因为安尼，才会当有佮较侪时间来做临时工佮练习。好佳在以前拍拼，对国内120个选手当中赢，代表台湾出赛，嘛互伊伫咧学校最后一档的时阵得到这个冠军。
整体的形象设计其实是很重要，不只是选手自己本身的形象设计，跟对于模特儿的整体的规划，因为不管是彩妆啊，还有发型，还有在礼服上面，他们全部都一手打理。结果科代表示，这个比赛已经办69届，不过冠军奖杯才第3届到咱台湾。彩妆指导老师认为，虽然日本、韩国的彩妆也是亚洲的流行趋势，不过这2档台湾已经有真侪学生伫咧国际比赛面顶得奖，表示讲台湾学生的技术甲创意并未输予日本、韩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由公共电视主办的音谱嘅世界公司大典哦，今仔伫台北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黑暗告别。12出的影片哦，主题为国家暴力、民粹到科技是安怎来改变空间，咱做伙来欣赏。你干嘛？你凭什么？你有什么权利？我在这里寻找是我的自由。当民众伫咧路行的自由拢无时阵，对国家暴力甲惊吓，民众要安怎面对？今年的世界公视大典精选开幕影片《消失的律师》，以中国各大逮捕违反律师的709事件做主题。日本导演黑柳诚司对伫咧被失踪的律师王全忠的看守日本旧身躯边将近1年，记录伊千里顺府的过程，让观众了解中国的马是安怎被发治。就是去天津去找我丈夫的车票。另外一部《受训美利坚》是以美国最近一直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探讨美国发生什么代志。We have multiple casualties inside the synagogue. We have 3 officers who have been shot. 导演理查罗蒂伫咧过去几年持续的报道白人至上运动，记录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是安怎又搁倒起来，搁进入主流社会。对伫咧网络顶的乱骂，到街仔路顶反犹太人的画壁，演变成这太人极端恐怖攻击，和美国正惊怖的多元社会大受影响。也无记录唔是为着要保护，是为要了解受训对倒来，才有导致悲剧搁发生。今年世界公视大典精选的影展，总共播出12部影片，除了国家暴力、民粹兴起，到科技安怎改变空间，也带观众看到听障者甲视障者用色彩缤纷的内心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公视第2台头一出家己制作戏剧《自由的5梦》哦，邀请3个世代导演用美丽岛事件、日头花学运加香港反送中事件来戏出3个电视剧，会伫12月来推出，要用镜头来看台湾真无简单，才有的民主自由。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半年啊，香港人追求自由，也有民主的精神，也正做20多岁少年导演主编的题材，互伊拍算以李明德事件，也有香港反送中为主题，拍一出转来就好的影片。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化上也好，甚至是台语也好，我觉得都非常有助于你去认识你的国家。那更甚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去保护自己的国家，然后为什么要守护自己的民主自由。讲起家己经历过台湾无共民主化过程的故事，3个无共世代的导演戴文堂、苏奕轩、朱平齐做伙，讲起因对自由的愿望。改严一直甲民主化，国会全面改选，一直甲即马有法度大声讲出家己的政治主张。经历过那个黑暗，所以你会感觉迄个光真重要。你莫阁甲家己的光阁扎起来。今年60岁的戴文堂导演投入社会运动真侪年，今年拄好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伊拍一出合作吹海风的影片，讲起1986年单局因为美丽岛事件去互关了后，吹到海风迄种享受自由的感觉。另外，中生代导演苏奕轩是以日头花学运为核心，伫咧家族无共识这出片，用镜头讲囡仔也个家长伫咧面对国家认同议题的时阵，无共世代对民主自由的想法。对创作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能自由的拍这些片子，其实也都是非常难得。出席伫咧无共世代的导演，拢以自由为题目，希望台湾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会使一代传过一代。3部关系台湾自由的底片，结合做自由的5梦3部曲。12月份就会伫咧公视第2台和观众见面。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今仔同款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也毋过水气会比昨较少。明仔载拜六礼拜天气是袂歹，所以观众朋友会使安排出门去佚佗。做伙来看详细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